佛陀喺法句經入面提到，諸法意先導，意主意造作，若以染污意，或語或行業，是則苦隨彼；若以清淨意，或語或行業，是則樂隨彼，如影不離形。意思係指萬事萬物，包括一切有形嘅物質同無形嘅精神活動，都係因為意念而產生。如果我哋嘅意念都係充滿負面，同一啲煩惱結合嘅思維，因此我哋有負面嘅語言同行為，痛苦就會追隨住我哋。假若我哋內心係充滿平靜同喜樂，語言同行為都充滿正面的話，喜樂嘅生活同事件永遠都會跟隨住我哋，就好似影子一樣，永遠都唔會離開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